將一嚟史密水晶一隻爛銅蝦毛當成招財改運嘅法寶，係你人生中交過最蒙居嘅智商稅，亦係風水界流傳最廣嘅最大騙局。今日老夫黃庭之就喺飛星斗數講堂呢度開門見山話俾你知，中州派玄空風水嘅核心只有理氣同納氣4個字。風水講求嘅係宏觀環境嘅氣流同磁場，市面上嗰啲所謂開咗光嘅擺件根本毫無能量，將佢哋當垃圾掉咗，都絕對唔會影響你半點財運。你合埋眼回想下，你屋企個客廳或者你辦公室張大班台上面，係咪正正就擺住呢啲嘢？大門口對角線嗰個被大師稱為明財位嘅角落頭，擺咗一個幾十斤重嘅紫水晶洞，一對咬牙切齒嘅銅貔貅，甚至係一棵掛滿膠硬幣嘅搖錢樹。當你滿懷希望，使咗幾千甚至幾萬、十幾萬蚊，將呢堆所謂嘅風水法請返屋企嗰陣，你個心入面係咪暗暗搭起，諗住只要擺喺度，我就能升職加薪、登煞招財，股票日日升。結果呢，擺咗3年又3年，你張卡數還清未？你份人工加咗幾多？你間公司嘅利潤有冇翻倍？定還是你除咗日日要幫你水晶抹塵之外，你嘅生活根本就係一潭死水，甲運依然如影隨形。每次老夫行入啲大老闆或者滿懷焦慮嘅中產階級辦公室，見到滿屋都係呢啲三言兩語嘅交際同濟神獸，老夫都只能夠苦笑一聲，喺心入面鬧出4個大字：方價絕倫。如果你依然覺得每日摸兩下貔貅個頭，或者對住個水晶洞冥想10分鐘就會有錢跌落嚟，咁你即刻刪咗呢條片，繼續去發你嘅春秋大夢，神仙都救你唔到。但如果你想知道到底乜嘢先係真正嘅風水，想搞清楚古人講嘅藏風聚氣究竟係咩物理同環境邏輯，咁就企定定喺度聽老夫將呢啲神棍嘅大話一層一層睇，無緣夫咁撕開，要拆解呢個千古騙局。我哋首先要用歷史嘅宏觀視角去問一個問題：真正嘅風水學由鳩朝郭璞寫，藏書到唐朝楊溫、松祖師爺睇龍脈，再到明清曾大甲先生定玄空理氣，幾千年嚟風水係用嚟做乜嘅？古人睇風水叫傷地坎磨，坎者天道，係者地道。風水係古代皇家用嚟選擇國都布局宮殿，例如北京紫禁城嘅中直線，或者係達官貴人去尋找依山傍水、藏風聚氣嘅寶地嚟建村立寨嘅古代環境建築學。喺古代浩瀚嘅風水典籍入面，你揾遍《青囊奧語》《天玉經》《審視玄空學》，入面全篇講嘅都係尋龍點穴、觀沙、擦水立向。老夫請問邊本正統古籍入面有寫過買隻青蛙擺喺台面可以發達？一句都冇。咁點解市面上90%嘅風水大師睇完風水之後，最後嘅結論都係叫你買佢嘅水晶同神獸？答案極其殘酷，只有10個字：真風水太難，假風水好賺。大家要明白，現代社會同古代唔同，你住喺幾十層高嘅石屎森林入面，大門方向定死咗，主力牆唔拆得，廁所去水喉唔改得。當一個風水師發現你間屋五黃臨門、大病凶星，或者犯咗交劍煞，
容易有刀傷血光。真正嘅化解方法係要改門位、改灶位、移床香，甚至係拆嗰埲牆，重新開窗，去改變成間屋嘅氣流同採光。但係你做唔到啊！大師叫你將大門改去南邊，你出面係電梯口，你點改？於是喺上世紀80、90年代嘅港台地區，班商業頭腦極其發達，但風水學理半桶水，甚至根本唔識風水嘅江湖術士就發明咗一套安慰劑療法，擺件風水，佢就同你講：哎呀，你間屋缺角漏財啊，唔緊要，你買我呢個泰山石錦當擺喺角落頭就搞掂啦。你條走廊直衝大門，形成穿堂煞漏財啊，你喺門口掛個八卦鏡同五帝錢就可以擋煞啦。今年你犯太歲，買個開光紫水晶洞啦，成為88800。你聽完覺得好開心，即刻科水。點解？因為人類嘅劣根性就係懶，要你每日執好間屋，改變生活習慣，甚至大興土木去配合環境。你覺得好煩好攰，但如果你只需使幾千蚊買嚟石頭擺喺台面，就以為可以解決晒人生所有嘅曲運同挫折。你覺得呢筆交易簡直係超值，神棍就係精準咁利用咗你呢種花小錢買大運，企圖用捷徑對抗命運嘅玩人心理。佢哋將一嚟喺義烏小商品市場批發，成本幾十蚊嘅人造水晶、倒模黃造嘅銅蝦毛，隨便揾個假和尚淌兩句經，話開咗個所謂嘅光，就賣你幾千幾萬。你以為你買緊風水？錯，你係買緊一粒極其昂貴嘅心理安眠藥。你冇招到財，但係個大師就真係靠你發咗達。呢個就係擺件風水嘅方教真相。講到呢度，肯定有好多俾人洗咗腦嘅人會跳出嚟同老夫駁嘴。黃老先生，你咁講唔啱喎，依家啲外國科學家都證明咗水晶有磁場有頻率噶，點會冇能量啊？你唔好一竹篙打死一船人。每逢聽到呢種將半桶水嘅科學名詞同迷信強行功嘅言論，老夫就火滾。冇錯，喺物理學上，石英石確實有壓電效應。當你對水晶施加機械壓力或者通電嘅時候，佢會產生穩定嘅震盪頻率。所以人類利用呢個特性發明咗石英錄同晶體振騰器。但係呢種微弱到要用極其精密嘅電子儀器先測量到嘅物理頻率，同風水學上講嘅氣場根本係風馬牛不相及嘅兩回事。中州派風水學入面講嘅氣究竟係乜嘢？祖師爺郭璞喺藏書入面講得一清二楚。氣成風則散，界水則指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氣係大自然宏觀嘅能量，佢係流動嘅空氣風，係江河湖海嘅水流蒸發，係陽光照射角度帶來嘅溫度變化，係地球磁場與自尊形成嘅微氣候。氣係活嘅，係流動嘅，係能夠直接影響人體新陳代謝同神經系統嘅宏觀環境力量。你依家擺一爐死寂嘅石頭水晶洞喺牆角，請問呢度石頭識得呼吸咩？佢識得改變你屋企嘅空氣流動咩？佢識得將北風變成南風咩？佢識得將潮濕嘅暗房變為陽光普照咩？你試下喺一間密不透風又暗又翳焗充滿膾味嘅黑房入面，
就算擺滿1磅重嘅頂級天然紫水晶，間房依然係死氣沉沉，你住喺入面依然會得風濕，會抑鬱，會病痛，因為環境嘅氣根本冇流通，一勞死物。點樣去改變宏觀嘅建築環境氣場？呢個簡直係違反基本物理常識同熱力學定律嘅國際級笑話。講完水晶，我哋再講下嗰啲令人啼笑皆非嘅神獸。對方較絕倫嘅首推金蟬，傳說入面劉海氣金蟬話一隻3隻腳嘅蝦毛識得吐錢，於是神棍教你朝早要將蝦毛個頭對住大門或者窗外，夜晚收工要將蝦毛個頭對住屋入面，話係將日頭揾到嘅錢吐翻出嚟。老夫真係笑到碌地。你當自己玩緊過家家，定係玩緊 LEGO 模型？一條爛銅倒模出嚟嘅2堆類動物雕塑，你用手轉下佢個頭，佢就識得跨越時空，飛去匯豐銀行個金庫嗰度，幫你搬啲銀紙翻嚟。如果風水真係咁兒戲，咁具有魔化效應，李嘉誠間辦公室一早就應該養滿晒真嘅活生生嘅白蝦毛啦。仲使乜請幾萬個員工幫佢打工？仲有嗰隻俾人吹捧上天嘅貔貅，話佢有口無光，淨係食金銀珠寶唔屙出嚟，所以代表聚財守財。各位觀眾，你用你正常進化咗幾百萬年嘅大腦諗下，一個生物如果淨係食嘢唔排泄，呢個喺現代醫學上叫做嚴重腸梗阻，係絕症，係死路一條。你將一個代表住嚴重便秘同絕路嘅畸形怪物圖騰擺喺你張食飯台或者辦公台上面，你仲期望佢幫你招財進寶？呢啲根本就係古代鄉下佬一揸情願，缺乏科學常識嘅神話故事，同真正嚴謹嘅環境風水學連一條毛嘅關係都冇。你拜佢不如拜下你自己，張良丹破除咗擺件嘅迷信，將嗰啲烏煙瘴氣嘅神獸掃出門口之後，咁到底中州派所講嘅真正風水係點樣運作嘅？真正嘅風水大師睇屋，由你大門行入去嗰一起，我哋從來唔睇你擺咗啲咩工藝品，掛咗咩名畫，我哋對眼只會睇2樣嘢，第一叫理氣，第二叫納氣。呢2個概念係你自己輩子能唔能夠囤吉避凶嘅終極密碼。先講第一步，納氣。一間屋就好似一個活生生嘅人，大門就係你個嘴，窗戶就係你嘅鼻同毛孔。能唔能夠招財，能唔能夠令人身體健康，完全取決於你個嘴同個鼻吸入嚟嘅清氣、旺氣定係毒氣、殺氣。如果大門一打開，正對住一條又長又暗冇窗嘅走廊，或者對住個臭氣沖天嘅垃圾房、防煙門，呢啲喺風水上叫做殺氣同衰氣。你每日打開門，吸入嘅全係陰暗帶有細菌嘅廢氣，你個人點會精神？一個人唔精神，大腦缺氧，判斷力就會差，判斷力一差，你投資就會買錯股票，工作就會發錯 email 得罪客，跟住自然就破財被炒鱸魚。呢個就係納氣直接影響人生軌跡嘅底層心理。喺呢個時候，你喺門口擺隻蝦毛有把鬼用咩？蝦毛幫你做空氣清新機啊！真正中州派嘅做法係喺玄關做個 L 型嘅屏風，或者改變開門嘅角度，令到氣流產生回旋，
將直衝嘅煞氣減弱，變成和緩嘅氣流進入客廳，又或者喺門口加強超級光猛嘅照明，用光嘅陽氣去化解陰暗嘅衰氣，呢啲先叫順應自然嘅風水佈局。再講第二步，亦係最深奧嘅理氣，呢個係中州派玄空飛星最核心，亦係最引以為傲嘅機密。理氣講嘅係時間與空間嘅動態數學模型，宇宙嘅星體運行，九大行星對地球嘅引力與磁場變化，喺唔同嘅時間周期，風水上叫3元9運，每20年一運，會喺地球表面產生完全唔同嘅吉凶能量分布。舉個最貼地嘅例子，由2024年開始，我哋正式進入咗為期20年嘅九紫離火運。九紫星代表喜慶、當旺之財、名氣同科技，但係九紫星嘅能量喺邊度？佢絕對唔係喺大師賣俾你嗰粒紫水晶入面，佢係分布喺你間屋特定嘅方位同氣口嗰度。如果今年九紫當旺財星飛臨你間屋嘅正南方，而你屋企正南方啱啱好係一個大露台或者大窗，外面望出去見到清澈嘅泳池，或者係車水馬龍嘅十字路口，風水上路，即係水代表動象，咁外邊生生不息嘅當旺之氣就會透過個大窗納入你屋企。你今年就算日日喺屋企瞓覺，財運都會主動揾上門，呢個叫收山出煞，旺氣入宅。但如果你間屋嘅南方係一幅死實實、密不透風嘅石屎主力牆，又或者窗外係個發臭嘅坑渠，一條掘頭巷，就算大師同你講南方係今年嘅大財位，叫你喺對住幅牆度擺個聚寶盆，貼張招財進寶嘅揮春，一樣係嘥氣，係自欺欺人。點解？因為嗰個方位根本冇氣流動，冇氣納入嚟，理氣就只係圖紙上嘅紙上談兵，係死局。你見到中州派嘅嚴密邏輯未？真風水係一條極其精密嘅立體方程式，外部環境公頭水法，加內部氣口納氣，加時間與方位玄空理氣，等於命運嘅吉凶起伏。佢係一套極衡咗環境學、氣象學同時間維度嘅攀戴系統，絕對唔係你買件淘寶包郵費10幾蚊嘅金屬擺設就可以糊弄過號嘅民間信仰。為咗令大家鐵底死心，唔好再俾神棍呃錢，老夫今日破例攞風水實戰中最兇險、最經典嘅一個例子出嚟，同大家推演點樣真正化解五黃煞。喺玄空飛星入面，五黃廉貪星係最大嘅凶星，亦叫正官煞，代表大病、意外、血光之災、破大財。五黃星喺五行入面屬土，而且係極其強大嘅毒土、死土。當一個大師攞住個羅盤，話你間屋今年大門犯五黃，神棍會教你點做。佢會神神化化咁賣一串用紅罌串住嘅六帝銅錢俾你，叫你掛喺門柄度，或者叫你喺門口擺對銅獅子，話可以化五黃。老夫每次見到人哋門柄掛住串口糟邋遢嘅神沙，就覺得人類嘅智商受到咗無情嘅渣沓。風水講五行生克，土生金，金可以食去土嘅力量，所以用金屬金嚟化解五黃土，理論上係絕對正確嘅。但問題出喺邊？出喺兩個致命嘅物理條件，質同動靜。五黃星代表嘅
係一顆覆蓋成個地球特定方位嘅巨大宇宙負面磁場能量。你用6個甲買唔夠2兩重薄切切嘅銅錢，仲要用代表火嘅虹犀。風水5行入面火生土，紅生反而會催旺5黃嘅毒土，跟住就想去對抗宏觀嘅宇宙殺氣。呢種行為就好似你想用水去救一場加州森林大火，但你淨係攞咗一支眼藥水去滴，你話你係咪黐線㗎？中州派真正化解5黃煞嘅不傳之秘係乜？老夫會叫你喺犯5黃嘅方位例如大門口擺一個大型嘅金屬發條古董鐘，會滴答滴答行嗰種，或者逢半點正點會敲金屬鐘響嗰種圓形大鐘。點解要咁做？聽清楚入面嘅科學邏輯。第一，金屬鐘體積夠大，金屬質量足夠，真真正正符合金嘅屬性。第二，鐘擺24小時不斷忽動，喺風水上動先可以帶動氣場。由死物嘅金屬係化唔到煞嘅，必須要有動像。第三，鐘聲係金屬撞擊產生嘅聲音，聲音係一種物理聲波能量，聲波可以震盪空氣，將5黃星聚積喺門口嗰種死寂陰暗嘅衰氣直接打散。呢個就叫以動金食死土，以聲波破煞氣。又或者如果5黃位空間夠大，老夫會教你煲一個安忍水，揾一個大銅缸或者大玻璃缸，入面裝滿粗鹽，鹽嘅分量要多到溶唔晒，再倒滿水，裏面放6個大銅錢，最後喺水面滴少少芹水或者酸性液體。原理係咩？利用鹽水嘅強烈氧化作用同金屬產生化學反應，銅錢會生芽，鹽會結晶爬出缸邊。呢個化學反應嘅過程會不斷釋放微弱嘅離子能量，去改變該方位嘅微型磁場。你睇清楚真偽之間嘅天壤之別未？真風水講究嘅係質量、形態、物理化學反應同動靜變化，每一招都有嚴密嘅科學推演。假風水只係賣弄圖騰、符號同廉價嘅心理安慰。用紅卦銅錢擺隻膠貔貅，呢啲不過係義烏小商品市場嘅銷售策略，同風水祖師爺楊溫松、曾大教嘅真傳隔咗108000里，你仲信佢哋？你唔破財，邊個破財？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覺得好灰心。黃老先生，你將啲擺件批到一文不值，但我只係一個打工仔，租緊一間100幾窩嘅宿房，我間屋又改唔到門窗，出面又對住天井，咁我咪注定成世冇運行，窮死一世。錯大錯特錯，老夫今日花咁大篇幅踢爆假風水，唔係為咗打擊你，而係為咗冚醒你對生活環境、對自己生命真正嘅掌控力。如果你真係想改善屋企嘅風水，又冇錢大興土木，老夫今日免費教你最實用、最見效，亦係最底層嘅一招風水秘術。屯舍離與通風採光。古書有云：財不入溝門，福不潤獨人。呢句話絕對唔係迷信，而係極高維度嘅環境心理學同神經科學。你諗下，如果你屋企堆滿雜物，淘寶買翻嚟唔用嘅紙皮箱，10年唔着嘅舊衫，塞滿衣櫃，地下全係頭髮同陳窗簾，日日拉埋唔見天日，呢啲情況喺風水上叫做氣滯同陰氣聚，空氣唔流通，細菌同及菌滋生，光線暗淡。
你日日生活喺一個好似垃圾房嘅空間入面，你嘅大腦會點？大腦處於混亂嘅視覺刺激同污濁嘅空氣中，會持續分泌壓力荷爾蒙皮質醇，你個人會變得暴躁、消極、冇精神，成日覺得攰。你每日拖住一個極度疲練、充滿負能量嘅肉身去返工，老細見到你面如死灰，會賞識你；客戶見到你冇精打采，會信賴你同你簽單。你連最基本嘅精氣神都冇，你點會有財運？呢個時候，你就算請個純金打造嘅貔貅，擺1萬個頂級紫水晶洞喺屋企都救你唔到，因為你個人嘅本命氣場已經爛晒。你要做嘅唔係去求神問卜，你要做嘅係攞起個垃圾袋，將啲10年唔用嘅垃圾全部掉晒佢，將張雜物台執乾淨，打開啲窗，拉開窗簾，等陽光自光自陽之氣曬入嚟殺菌，等新鮮空氣清氣吹入嚟換走啲咳氣。當你間屋變得整潔明亮通透嘅時候，奇蹟就會發生。你返到屋企，視覺上覺得好放鬆，呼吸住新鮮空氣，你嘅睡眠質素會大幅提高。你第二朝起身，精神百倍，大腦清晰。你大腦清晰，你做每一個商業決定，寫每一份計劃書都會精準無比。你心情開朗，滿面春風，你同人溝通就會順暢，人際關係就會變好貴人自然出現。人際關係好，判斷力精準，財富自然就會跟住嚟。呢個先至係風水學入面天人合一嘅最高境界。風水從來都唔係用嚟求神拜佛、依賴死物嘅。風水係用嚟將你嘅居住環境調整到最契合人體生理同心理嘅狀態，然後由處於冇風狀態嘅你去親手創造你嘅財富同命運。神棍教你向外求死物、求擺件，結果你喪失咗主動權，變成咗迷信嘅奴隸。中州派教你向內求，理順環境氣場，理順自己心境，你先至係自己命運唯一嘅主人。各位觀眾，今日老夫黃庭只喺飛星斗數講堂呢度苦口婆心，甚至講到有些小勞氣，字字見血，就係因為睇唔過眼呢個世界太多本來好聰明嘅人，喺面對生活嘅未知同焦慮嘅時候，將自己嘅智商降到0，任由嗰啲江湖盼子去啊！荷包風水係中國古人幾千年嚟對天文地理、氣象學、磁場學同建築學嘅偉大總結。佢係一門極具邏輯、值得敬畏嘅環境科學，但可悲嘅係呢門宏大嘅學問，依家被嗰啲淨係識賣水晶、賣蟾蜍嘅神棍搞到烏煙瘴氣，淪為咗封建迷信同世人嘅笑柄。如果你真係信老夫，聽得明今日嘅邏輯，今晚返到屋企，將你台面嗰隻封滿塵嘅3腳蝦毛掉落垃圾桶啦，將嗰啲所謂嘅招財樹化煞鏡全部清走，將屋企打掃乾淨，買2盆真正有生命力嘅綠色植物，水種植物催財，泥種大入植物擋煞，呢先係真真正正識得進行光合作用嘅生命之氣。打開窗，深呼吸一下，你會發現原來唔使幾萬蚊，你屋企嘅風水已經即刻變好咗。世間本無神獸招財，全靠自己命理風水之術，係教你認識宇宙嘅運行規律，而唔係叫你放棄人類最寶貴嘅理性與邏輯。
今日嘅課，老夫就講到呢度呢條片。老夫知道一定會得罪無數靠賣風水擺件揾食嘅同行，甚至會有人嚟攻擊我。但係老夫黃庭之行得正，企得正，講嘅係中州派嘅真學問，絕不妥協，絕不退縮。如果你覺得老夫今日講嘅嘢一語驚醒夢中人，幫你慳翻幾千幾萬嘅智商稅，幫你重塑咗對傳統文化嘅認知，咁就請你訂閱老夫嘅飛星斗數講堂，打開小鈴鐺。我哋下期繼續用最冷酷嘅邏輯踢爆下一個令你傾家怒產嘅玄學騙局。最後，老夫今日想喺評論區睇到大家真正嘅覺醒。如果你已經徹底睇透咗擺件風水嘅方教，決定從此不再盲從，不再將自己嘅命運交託俾一流死物，請你喺下面評論區堂堂正正咁打出代表中州派真撇嘅呢9個大字，理氣納氣，拒交智商稅， pass K 姑妄言之，姑妄聽之。我哋下期見。